高雄有一個資深的老師義務佇伊教冊國小行地路，這教育局和衛生局已經派人入去到校園，甲老師也個學生輔導啊。將有可能是老師佇咧管教學生，也個生活攏遇到困難。那教師工會是呼籲政府着愛修治小法，增加父母管教罰則，避免家長攏甲這管教責任撒予學校，甚至是老師由這個人來擔。學校內面正在進行師生的輔導，因為學校有一位資深老師離過在咧學校內面自殺。但是發生在高雄一間小學，師生甲老師攏感覺震驚甲可笑。這個時代真的是不太一樣了，學生有百百種，然後老師他們不斷在精進教學的方法嘛，但我覺得這個方面似乎也要給老師多一點幫忙。我們會有做統一班級輔導。然後對於那種個別看到的學生，我們也有請導師調查之後，請學資中心介入做統一的輔導。學校講，學生輔導諮商加行為中心攏派人來學校替師生做輔導。這位老師普通時上課真認真，不過敢若是一個管教學生加生活上拄到困難，想袂開自殺。代志發生了，也讓大家注意到老師管教困難加身心狀況。只要家長有投訴或學生有投訴反映，那校方就要做出回應。然後老師可能又有很多業務上的壓力，就是太多那種很多情緒無形的累積。管教權其實是有被剝奪很多的，因為他就會只要求你，就希望你只能正向管教或是一些一般管教措施。那當學生不服從的時候，國小部分就很痛苦了，因為他們沒有下過這一些，連這個最後的武器都沒有。為照顧老師的心理健康，教育部提供合作的心理機構名單，給老師去諮商。去年10月也佇咧撒身心調適假。不過教師工會講，代課老師歹勢，請假無用氣，佫驚講互人打標籤。老師真歹勢着幫助，要有完整的機制加客觀的環境指標，判斷老師拄到的壓力，兩三到3天。今年已經提高教師心理諮商補助的次數，並透過員工協助方案與心理支持的網絡，成為教育現場最堅強的後盾。高雄市教育局講，代志正佇咧調查，會繼續強化教師的支持機制。為了要避免有一寡家長甲管教問題攏撒予學校，教師工會希望中央修治小法，針對父母管教責任增加罰則，讓家長甲老師做伙面對管教問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